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仔日要推荐给大家这首歌是乔佑的《鸳鸯 K》，这首歌作词作曲都是廖伟智老师。这是一个 C 大调4拍子的歌曲，速度是1分钟80拍。我们来唱2句，先给大家听。又过来到咱初熟悉的迄条溪，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山寺溪水流啊，流过心肝底。当初的鸳鸯，如今也随人飞。唱到这边呢，看到鸳鸯 K 啊，这首歌的主歌就唱完了哈。来，我们来介绍这首歌给大家。这是个 C 大调的歌曲哈。来，我们先把节奏可以打开，1分钟80拍，然后来嗦在哪里呢？嗦。嗦嗦啦啦，嗦咪瑞哆西啦哆啦嗦啦，嗦嗦啦啦，嗦咪瑞哆西啦哆啦嗦啦。又过来到咱初熟悉的迄条溪，又过来到咱初熟悉的迄条溪。那哆瑞瑞嗦瑞咪瑞瑞咪嗦瑞瑞咪2、3，那哆瑞瑞嗦瑞咪瑞瑞咪嗦瑞瑞咪2、3，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山寺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就是取名字啦哈，叫做鸳鸯溪啦哈。这个地方呢哈，字比较多节奏也快啊，所以请大家咬字要注意一下哈。来，我们从头，1、2、3，又过来到咱初熟悉的迄条溪，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同学说老师这遮侪字我袂赴来，咱用念的，咱莫唱用念的。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搁一摆。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搁一摆。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用唱的来，1、2、3。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2、3，再一次。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2、3、4。同学这个字很多的地方呢，要轻轻的就好然后呢，用肚子帮忙用力，就是用肚子的力量用核心的力量来支持它你也可以说用丹田的力量来支持它。所以我们咬字清晰，但是不要用力只是你的力度从哪里来？从你的核心，从你的丹田来所以我们从头再来一次来。又过来到咱初熟悉的迄条溪，会记当时咱将伊好名做鸳鸯溪，2、3、4，咪啦嗦咪，瑞嗦瑞嗦咪，咪啦嗦咪，瑞嗦瑞嗦咪，溪水流流过心肝底，溪水流流过心肝底。瑞咪嗦嗦啦2、3，当初的鸳鸯，如今也随人飞2、3。瑞咪嗦啦2、3，当初的鸳鸯，如今也随人飞。咪嗦啦哆西啦，咪嗦啦2、3，哆西啦2、3、4，来鸳鸯来，1、2、3。鸳鸯溪还不回，
搁一摆，鸳鸯客，还不回。3、4，嗦嗦咪嗦啦，瑞瑞瑞瑞咪嗦咪咪，嗦嗦咪嗦啦，瑞瑞瑞瑞咪嗦咪咪。逝去的青春想来是真美丽，逝去的青春想来是真美丽。咪嗦咪瑞，瑞咪咪瑞哆哆，2、3，再一次咪嗦咪瑞2，瑞咪咪咪瑞咪瑞哆，2、3、4，咪嗦咪瑞。瑞咪咪瑞咪哆，这个瑞咪瑞啊，这个瑞咪哈是后半拍啊，这瑞2拍对不对？啊，加过一个半拍有无？咪嗦咪啊，咪嗦是前半拍啊，这个咪是后半拍。来，我们从这里来，咪嗦咪瑞，瑞咪咪瑞咪哆，2、3、4，来螺丝头。头一里哆啊，2、3、4，螺丝头，口一哆啊，搁一摆，螺丝头，口一哆啊，2、3、4，西西西哆瑞瑞嗦嗦啦，2、3、4。西西西哆瑞瑞嗦嗦啦，2、3、4，伊玛嗦哩哦的提鲁，伊玛嗦哩哦的提鲁。来，我们从这里，这2句呢是日文呐，它原本唱的是日文呐。那为了方便大家阅读起见，我们就写成中文了。ロスト可以人啊，今それを得ている啊，来，1、2、3，ロスト可以人啊，2、3、4。今それを得ている。唱到这里呢，看到2条线啊，第一遍就唱完了，接着是间奏8小节，要接第2段在哪里？就是这里啊。至于这2句，刚刚忘了给大家翻译一下，这里有翻译，对不对啊？逝去的恋人呐，你今嘛好不啊？逝去的恋人呐，你今嘛好不？这是它的翻译，然后这是这个中文的意思了哈。来，我们假设它间奏8小节结束了，我们直接唱第2段来，1、2、3，嗦嗦啦啦，嗦咪瑞哆西啦啦哆啦嗦啦，听起来好熟悉，当然啦，跟前面一样嘛。你看，嗦嗦啦啦，嗦咪瑞哆西啦哆啦嗦啦，只有这里多了一个哆，有没有？其他都这一句跟上面都一样哈。来。嗦嗦啦啦，嗦咪瑞哆西啦啦哆啦嗦啦，彼时无留半句话，就来做你陪。彼时无留半句话，就来做你陪。拉哆瑞瑞，嗦瑞嗦瑞瑞瑞，咪嗦咪咪，3。拉哆瑞瑞，嗦瑞嗦瑞瑞瑞瑞咪嗦咪咪。来，我们减慢速度来分析这一句的。拉哆瑞瑞，拉哆瑞瑞，嗦瑞嗦瑞瑞瑞咪嗦咪咪啊，对。这个前半拍是他嘛，所以我们就一下来代替啊，等一下再整句的连了。来，拉哆瑞瑞。嗦瑞嗦瑞瑞瑞咪嗦咪咪，来，我们慢慢唱这个字来。每日思念，我日子是真歹过，真歹。这个要收尾音，收在这，真歹底下，然后叫鬼哈。每日思念，我日子是真歹过，3、4个一摆。每日思念，
我日子是真歹过。3、4，来，我们把节奏器打开，跟着节奏器，1、2、3。每日思念，我日子是真歹过。搁一摆来，每日思念，我日子是真歹过。3、4，咪。拉嗦拉嗦咪，re嗦 re re 嗦咪咪，拉嗦拉嗦咪，re 嗦 re re 嗦咪。这句就甲头前的同款啊。溪水流啊，流过心肝底。溪水流啊，流过心肝底。re mi re mi re 嗦嗦嗦哆西拉2、3。re mi re mi re 嗦嗦嗦哆西拉2、3。当初的约定想来是一句话，当初的约定想来是一句话。唱到这，咱看到一下鸳鸯，然后要接副歌啊。没错哈，我们唱到这边呢，这个因为这一段呢哈，跟最前面的主歌旋律很相像啊，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很相像。然后呢，刚刚主歌唱完了之后呢，当初的鸳鸯路是不是接鸳鸯 K？ 对，那现在也是一样，我们直接唱鸳鸯 K， 还不回。失去的青春想来是真美丽，落石头可以拖啊，伊嘛所有的体路。来，这边有写第2次、第3次唱到这里结束，那就是说第一次来整个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次怎么样？从家又过来搞，一直唱啊，唱到这边啊，这里啊，伊嘛所有的体路，然后呢，间奏8小节接这里对不对？彼时无留半句话，就来做你陪，这是第2段。每日思念，我日子是真歹过。溪水流啊，流过心肝底。当初的约定想来是一句话，鸳鸯 K， 还不回。这还是第2段哦。失去的青春想来是真美丽，落石头可以拖啊，伊嘛所有的体路。好，到这里呢，第2次就唱完了啊。第2次唱完了之后呢，又间奏，间奏是哪里？啦啦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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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2、3、4，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当初的我啦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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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2、3，来，请唱第3次，鸳鸯 K， 还不回。失去的青春想来是真美丽，落石头可以拖啊。3、4，伊嘛所有的体路啊。这首歌呢，到第3次你就唱完了哈。再给大家复习一下，从头啊唱到这边，间奏8小节，接着唱啊，唱到这里鸳鸯，接着这个鸳鸯 K， 唱到这提一路啊，然后就休困啊，得冲下休困，得等间奏啊，等间奏之后呢啊，等间奏之后又从这鸳鸯 K 开始唱啊，鸳鸯 K 然后唱到这，安尼就结束啊。安尼大家清楚啊吗？啊，这首歌就甲大家介绍到这，这是鸳鸯 K， 真好听啊！大家唔通袂记，来去听一下 MV 啊，欣赏一下啊，记得给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哦！啊，就到这边哈，拜拜。